有一次呢，就是梦见莲是吧？佛的方面的一个罗汉叫梦见莲嘛，对不对？舍利佛跟梦见莲，对吧？目犍连，目犍连，对，目犍连。有一次他去地狱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地狱的众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一个众生。当然，地狱中的所有的众生都痛苦嘛，对不对？这个里面他也看到就是更加的痛苦的一个众生，他呢就是在他自己的一个众生，他的嘴里面就是相当就是从嘴巴里面就是会出现很多很多大火一样。地狱本身就是热铁的都是在热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嘛，就是非常有痛苦的这样的地方呢，就是有一个众生好像在热铁的地基上面呢，就是在他的两个手两个脚都是这样把他那个在用那个铁钉把它缩起来的不能动的，但是他的嘴巴他的舌头就伸出来就是变成一片大地一样的。那这个他的舌头上面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在我们在耕地知道吗？以前耕地嘛，对不对？我们种地的时候耕地是用牛，两个牛绑在一起，然后就是他拖着一个那个叫什么？耕地的那个东西叫什么？犁跟铁锹那种。什么？犁。声音大一点。犁田的犁吧。犁。不是爸，那你们一定知道呢。耕地用的那个工具是什么？铁锹吧。铁什么？铁锹吗？那个叫铁锹啊。就是那个锹，就铁这样一片，像牙。好的，好。那反正这个就有一个藏文叫通缩，这个中文你们应该知道，但是两个牛绑在一起，然后他一直前面拖，后面一个人在这样就是一直推，然后就是用一个铁的那个东西，就是一直就是在那个把那个地耕出来嘛，地挖出来嘛。对呀。那个是不是你们都没有看过？你们可能是更早的时候机械化，所以就应该没有看过吧。好，反正没有关系。所以呢，就是相当就是用牛然后就是在他的舌头上耕地。耕地的话，那这个两个牛的4个角都是变成这种铁烧，铁的这个烧，就是踩到哪里都是会一团火上来，踩到哪里就是一团火上来，同时就是要跟起来。就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舌头如果变成就是屋子一样大或者是一个田地一样大，那个上面呢不断的就是人跟牛一直踩，一直挖，一直这样，那就非常非常非常的痛苦嘛，对不对？但是地狱的众生这样，然后痛苦也是没有办法怎么断掉那个他的这个生命，还是在很长时间这样。然后呢，就是目犍连就用他的神通看了一下，哇，这个众生造了什么业才是会下地狱，而且在地狱当中呢，就是这么的辛苦。他就看了，但是他的神通就是看了很多很多事，但是他的潜意识也是地狱的众生，然后再潜意识也是地狱的众生。他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他的前世，都是从地狱当中解脱。地狱当中就是怎么失望，又投胎到地狱当中，一直不断的这样的痛苦。所以就你看，我们这前面所讲的，如果是为一个菩萨产生一点点这种一个刹那之中的这种不好的念头，然后就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的话，因为念头都是一个刹那之中出来嘛，然后因为这个念头，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回谤他或者是说他的坏话，这样的时候，那下地狱的次数跟时间不是简单的事情所以经常我们都是说，我们就是既然已经是进入了大乘佛教好好的修持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一定要好好的就是维持自己的戒律，维持自己的这个菩提戒、菩提心的这个方面，这个就是有非常大的利益。但也是如果是搞不好弄不好的话，也是一样的会有那么严重的罪过。
所以目犍连是神通广大的，对吧？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吗？但是也是他都看不出来他的前世真正的造了什么业，下那么多次的这个地狱，然后就为什么以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他后来呢就是问到佛陀说，我在地狱当中遇到了这么一个众生，那他为什么有那么严重的这个罪过，而且地狱当中一直不断的痛苦，我都根本就看不出来他的前世真正的就是当初是造了什么业才落到地狱。他只看到的就是每次都是地狱当中往生，又地狱当中投胎，又每次都是这样的痛苦。那么佛陀就是说，过去的一个佛的时代呢，就是有一个比丘支，那么他呢就是在一个区域的弘法支，也是有一个国王跟一些大臣等等，都是变成他的这个功德主一样的，以这样的一个相当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丘支。那么他后来呢，就当然就是他也有很多的弟子嘛。然后后来呢，就是有另外一个比丘支又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好像就是他是一个阿罗汉，然后就非常殊胜，有功德，具有功德的，所以呢那些功德主好像都跑到他那边的时候，那另一个人就是产生了很大的烦恼心，都是一直想不要让这个弟子靠近不要让另外一个人靠近这边，不然的话就是我会失去我的这些功德主这样的一些想法。那这种想法就是一个刹那就会产生嘛。然后同时呢，他就说一些那个阿罗汉是不怎么样，他是不是戒律不清净什么等等的，讲了一些。然后呢，那个罗汉也是知道了他在说这些，然后他也离开了。那当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说的，就好像是我们有点不好说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嘛，对不对？那这种问题在现在的社会当中也是很多嘛。所以我们这种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选择比较好？那我们没有办法再更多的正确的选择但是佛陀给我们的方法尤其是我们是密宗的弟子，对不对？一切为静观，大乘来说的，我们发菩提心，这两个方法就已经足够了，对不对？我们发菩提心没有分别没有我和他，没有他和你这种分别嘛，所以要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那我们今天刚刚也讲过嘛，我们虽然有菩提心的情况下，它也是会变化的。我们有一些善的念头跟善的功德，它也是不能维持的情况下，一样的会有变化的。所以前面的那个比丘支，它是一个比丘支，是一个戒律清净的一个比丘支是一个三藏法师。那么如果是他有没有功德，他当然有很多功德但是他的功德是有，但是后来他的这种产生了一种嫉妒心跟自我放不下功德主的这样的念头，就产生了更严重的罪过嘛，对不对？产生了更严重的罪过，所以呢他就下了地狱，然后地狱当中那么多无数次就是在痛苦。但是他前面有一些的功德还存在吗？当然存在。那么佛陀说，以后在未来的一个佛的时代，有名叫上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佛的时代呢，他就是会遇到了这位佛的佛法，然后同时他从地狱当中解脱，而且是成为那一位佛的一个比丘支，而继续可以修持。那还是继续接上了他过去的那个在修持的这个是一个三藏法师的这个功德，还是接上了。但是这个中间多少个大阿僧期间当中，他有多么的痛苦，对吧？这就是如菩萨行论所讲的，就是我们为一个大功德主，一个佛子菩萨
做了一点点这个不如法的，以这种嫉妒或者是伤害的一个行为，就导致这么严重的罪过。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现在很多的社会当中呢，在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团体里面，也有很多这种的问题，很多的居士们就有这种的就是非常可怕的行为，所以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这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戒律，在这个世界上，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也好，没有关系的也好，只要是修行者，只要是出家众，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他的坏话，也不能诽谤他，也不要去判断他是对与不对。那能做得到的话，对一切众生，因为我们是一个大乘佛教的修行者，我们是学菩萨的，我们要自己达到菩萨的果位的一个修行者，所以能做得到的所有的众生，因为我们发菩提心成为菩萨的话，那不能舍去任何一个众生心里不能舍掉任何一个众生。如果是产生一些伤害到我们的善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因缘的话，就要避免严厉那我们就是在讲那个佛子行37颂的时候也有说嘛，我们严厉家相，严厉家相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严厉家相呢？家相有严亲两者都存在嘛，所以就严家会带来很多很多的让我们没有办法解脱的这种严重的麻烦罪过，而且亲方也一样的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作为一个我们刚是不为在意识，我们就是为了要生生世世的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那我们必须得要知道利益跟这个利坏的关系必须得要弄清楚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这些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能够可以解脱的障碍者，全部都是要避免然后呢，就是内心里面不伤害任何一个他人的一个这样的行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可以学菩提心真正的有没有菩提心就在这里，我们有没有菩提心，我们是不是一个学菩萨行的一个修行者，这重点就是在这里。这个南极万龙这个呀，自本自灵这康州。